我可唔可以問多你一次啊？我第三隻歌唱邊隻啊？我聽唔到喎。咁我覺得一個人把聲唔夠，大家一齊講好唔好啊？3、2、1。好，唔該喜哥。我聽你哋話啦，我唱邊隻 ？Hello， 哇，有攬枕添㗎我，哇，正喎！但係如果我攬住自己瞓，好似有啲驚喎。何時我已習慣聽別人，從聆聽時尋求學分，聽夠好多為人，到今天生存的指引，怎麼對答，怎穿搭是吸引，若那些答案總標準的萬能，臨睡前為何會問？我總感覺我尚未滿分，如心裏有首歌快播出來，這首歌永遠實在，別多藏。如不傾聽，怎去自愛？世間可那討得來？如內在從未變好多，怎去尋找愛？我想問下，一間副歌第一句有冇人有